日本正重要的艺术活动日本幕艺术节也伫9月底起稿。这摆特别设置焦点台湾的主题，特别是台湾是国际上唯一有参加日本幕艺术节的国家。文化部长李婉就表示，日本对台湾的文化艺术拢正有兴趣，伊也认为讲，即马是用文化甲日本交流的好时机。 一位传统的台湾女性，因为失去后生，伫庙口埕起痟跋杯求神灵的安慰。这是台湾舞团为着日本幕艺术节夜所准备的表演。日本幕艺术节夜是日本每档拢会举办的活动，一定办13档啊。这届日本特别设置焦点台湾的单元，展现出台湾日本之间的好关系。更较特别的是，台湾嘛是国际上唯一有参加日本幕艺术节夜的国家。 在今年更是有创新的著作，创设了聚集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计划，让 focus， 而台湾就是被选为第一个聚集的对象。 除了日本的幕艺术节夜，会当看到台湾艺术家黄土水的重要作品《甘露水》。顶日嘛以国宝的身份头届去日本，伫东京艺术大学展览。文化部长李婉嘛亲身到日本，伊表示日本目前对台湾的文化、艺术、人情味拢有真大兴趣。伊认为现在是一个用文化甲日本交流的好时机。我这次去日本的感觉就是，日本开始对我们的每一个产业 的作品都产生兴趣，所以我们很容易跟他们达成一个像六本木艺术之夜这样子，用台湾作为一个焦点主题来做。 台湾伫巴黎文化奥运嘛，成功用台湾文化，互世界看见台湾。如今日本幕艺术节也阁有7组的台湾艺术家，会结合台湾的庙埕文化、槟榔西施、百家将、布袋戏红仔，来展现出台湾的文化特色，互日本民众对文化来认识台湾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